詞語一、操控，操控。二、艱巨，艱巨。三、展示，展示。四、無數，無數。五、獨立，獨立。六、鍛鍊，鍛鍊。七、專心致志，專心致志。八、實驗，實驗。九、流暢，流暢。十、交流，交流。11、別開生面，別開生面。12、敬佩，敬佩。課文第一段，放學回家，逗號，我習慣地把手伸進杏仁餅罐子，逗號，打算拿幾塊來填填肚子，句號。咦？逗號，上學前我吃了一塊，逗號，那時候罐子裡還有幾塊的，逗號，怎麼現在全沒了？問號。第二段，我和妹妹都喜歡吃杏仁餅，逗號，香香的，頓號，脆脆的，逗號，吃起來停不了嘴，逗號，所以爸爸特地託人買了2罐正宗的產品，逗號，讓我倆一人一罐，句號。妹妹嘴饞，逗號，沒到1星期，罐子就空了，逗號，不時向我要一塊解解饞，句號。第三段，一定是妹妹偷吃了我的杏仁餅，感嘆號，她不徵求我同意，逗號，太不尊重人了，感嘆號。第四段，妹妹回家後，逗號，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她，逗號，並大聲地質問她說：冒號，開引號，是你拿了我的杏仁餅吧？問號，你竟然不跟我說一聲，逗號，太過分了，感嘆號，閂引號。第五段，妹妹馬上解釋說：冒號，開引號，早上小林找我一塊兒上學，逗號，她因為起床晚了，還沒吃早餐，逗號，我就在你那裡拿了幾塊餅給她，句號，我給你留便條了，逗號，你沒看見嗎？問號，閂引號。第六段，開引號，騙人，感嘆號，哪裡有便條？問號，閂引號，我生氣地喊道，逗號，開引號，你做錯了事不承認，逗號，還要編故事，逗號，錯上加錯，感嘆號，閂引號。第七段，妹妹氣急敗壞，逗號，在桌子上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逗號，更彎腰到地上找，逗號，一副急得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，開引號，閂引號，我沒騙你，句號，我真的留了便條，句號，奇怪，逗號，便條去哪裡了？問號，閂引號。第八段，開引號，算了，逗號，別裝了，感嘆號，閂引號，我氣得不再理他，逗號，
徑自進房間做功課了。句號。第9段，小狗跑來纏我。句號。有它在，我怎能專心？問號。我把它抱起來。逗號。送回狗窩。句號。啊！逗號。狗窩裏怎麼有一張紙？問號。我拿起一看。逗號。只見上面寫着冒號姐姐冒號。小林沒吃早餐。逗號。我拿了你幾塊杏仁餅給他。句號。謝謝。感嘆號。妹妹即日七時正。第10段。啊！逗號。一定是小狗把便條丟進窩裏去了。逗號。原來妹妹沒有說謊。句號。我趕緊跑到妹妹面前。逗號。慚愧地說。冒號開引號。對不起。逗號。錯怪你了。感嘆號。閂引號。第11段。妹妹委屈的臉瞬間綻放笑容。逗號。說。冒號開引號。姐姐。逗號。不要緊。句號。閂引號。